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社会治安、松山治乱、甲嘉纸治乱，拢有新的进展。先来看这个松山分局的警方，为着要保护警察的名声，甲这个监视器的画面甲拆掉。台北地检署伫14天内快速来宣布，专案侦查过一个段落，涉嫌湮灭着证据的所长甲孙组，缓起诉1年。若副所长无来起诉，另外冲入去派出所的10个乌衣人。除了一个防用这个毁损公务罪起诉之外，其他9个嘛拢总无起诉处分。乌衣人拢警察局事件已经将近1个月啊，抓伊啊卡电脑嫌犯和北检依照毁损公务罪起诉，其他共犯拢不起诉。洗掉监视器画面牵涉到灭证罪，前中仑派出所的所长甲孙组缓起诉1年，将人放到副所长不起诉。严姓副所长被诉重犯人放罪犯罪嫌疑不足，应为不起诉处分。这个事件被称之为松山治乱，当上警方形象。依照检方的调查，是当初孙组甲所长讲派出所无处理嘛无移送，惊讲会影响到，所以讲建议将这个影像洗掉。所长嘛答应。事后甲分局长讨论的内容，敢讨论到参会，惊讲会啉酒请示调班尔，无讲到乌衣人的代志。这个代志发生后，孙组嘛甲所长会师咧，所长一个人打起来。相关人等之行动电话经取证后，并无查悉任何请托、关说或施压之情事。那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的手机内面嘛无发现任何政治人物，也是有其他势力企图要干扰办案。检方快速调查结案，就希望讲外界莫阁乌白想。